今仔日开始，校方讨北到喙罨令，学生伫学校教室上课会当家己选择，是毋是要来挂喙罨？面对着新的政策，总算会当甲喙罨拔掉咯。袂少囡仔是真欢喜，也毋过家长也是会担心。 听到免阁挂喙罨，大家国小学生囡仔是有够欢喜，读册免阁挂喙罨啊，古水的面拢看会到。还是说已经解封，可以不用戴口罩？问伊讲敢有欢喜，伊点头是讲要部分的学生囡仔依然有挂喙罨。习惯戴着口罩，所以就一直戴着。 喙罨挂要3年啊，面对病毒，家长依然会惊。口罩还买那么多，然后就觉得继续戴也很 OK。那像他们幼儿园的话，小朋友更容易就是口沫的传染嘛。让他自己决定，因为他运动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脱口罩。是讲唔免挂喙罨，上体育课、音乐课唔免搁遐喘啊。 做运动总算会使好好啊喘气啊！即马挂喙罨的所在，就剩健康中心、家政课、较财时间，还有校车、囡仔车等等人较集中的所在。若是讲有一寡囡仔拢挂喙罨，安尼敢会烦恼讲和别个同学欺负？ 很害怕说有口罩霸凌的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老师们在这2周其实都已经跟小朋友做很好的沟通，那就是说不要说用取笑的方式。虽然讲美国挂喙罨离因过正常的生活搁较接近啊，但过天气多变化，各种病毒，唔若有新冠病毒、流行感冒、甲诺如病毒等等，拢要伫流行，自我的保护同款袂使大意。 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